主后2022年10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有耳孔的拢着听。圣经启示录第2章18节到29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得到写批予吹雅吹力的教会的天使讲：上帝囝就是目睭亲像火焰，脚亲像光亮的灯，迄位安尼讲：我知你的行为，你的疼、信心、服侍甲喷润，搁知你最近的所做比起头的较好。毋过有一样代志，我要甲你责备，就是你用阮迄个自称做先知的妇人人耶洗别。伊假使搁迷惑我的奴仆去犯奸淫，搁食这五伤的物。我有予伊时间通悔改，毋过伊毋肯悔改，离开淫行。看，我要予伊艰苦倒床。遐个甲伊犯奸淫的人，若无悔改，停止因甲因的淫行，我嘛要予因受大苦难。我要杀死遐个对伊的人，安尼拢总的教会就会知我是监察人的心思意念的。我要照恁逐个人的行为，甲恁报应。总是恁遮个其他的吹雅吹力人，恁无受即款教导，毋捌所谓撒旦的奥秘的人，我甲恁讲，我袂加添别款的重担互恁。毋过，恁着坚守恁已经有的，直到我来。得胜搁继续为着我做工到落尾的人，我要予伊有权柄，通治理万国。伊要用铁管治理因，亲像讲喙废气。我嘛有安尼对我的爸领受权柄。得胜的人，我要予伊起名称。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这教会讲的话。以上，有耳孔的，拢着听。伫启示录内面，7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数字。第一遍出现伫第1章第4节。我约翰写批予亚细亚的7个教会。了后，约翰将7灌注伫伊写予7个教会的批信解释中，搁对教会所占城市的宗教、政治、文化等等特殊差异，甲教会面对的各种挑战，因地制宜提出丰富多样的信息和提醒。独独对教会的呼吁，日日相共，反复出现7遍。其他有耳孔的人，拢着听圣神甲这教会讲的话。第2章第7节、11节、17节、29节；第3章第2节、13节甲22节。伫予以弗所、士每纳和伯加摩3间教会的批内面，是先呼吁爱听，了后才予因应允甲祝福。予后面4间教会批，是直接将这个呼吁做结语，要求教会态度必须爱始终专一，拍开耳孔听，接受圣神向逐教会讲的话。要安怎才会通专心听？以赛亚书第6章第10节指出，人若心包油，耳孔就会动，心神就会迟钝，袂当明白安怎才会通得到医治。若是耳孔灵敏的关键，在伫爱拍开心去思考听到的话语，毋通互油包条咧。只有亲像较无的受教者安尼用心听，
才会通领悟上帝的话语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可福音第9章43到47节记载，当耶稣讲到啥人若犯罪，互信徒中至微细的一个人离杀伊的时，就不惜用斩骹断手、挖目睭来警告，却无讲到甲耳仔切除的原因，因为愿意听的人比较较袂容易互人绊倒。除了爱拍开心胸去注神听以外，人也需要向圣神顺服听叹。伫一个人的圣殿这本册内面，作者分析顺服这个出自拉丁文欧贝德的字义。这个字常时含有服从甲聆听两个意思。字首恶无表示方向，加上后底听见就成做欧贝德顺从，所以服从互人想起身躯调向某人，努力聆听对方讲话的景象。伫启示录内面，圣神借着少年线7遍反复一直的声声呼唤，是较无人会通顺服伊、靠向伊。只有专心注神，细致听圣神的声音，咱才会当抵挡大环境对咱的恐吓、施压，才会当避免吸引咱做消费奴隶的诱惑，才会当拒绝用无适当的方式企图超越别人，通得到权力的企图。对圣经的话，咱通明白，顺服的会听，毋是妄从；用心的听，毋是为着要解脱家己情感的心声。若误解这两种听，真容易互人陷入迷乱家己的危机。只有按着圣神顺服的用心的听，咱才可能找会到属于上帝的真实自我，免受到伫黑暗中上帝借着早起时的启明星对咱的引带。日想，应允得到应验的前提，是必须要有注神听的耳孔，用心听圣神的声，搁顺服伊的引带。应允得到应验的前提，是必须要有注神听的耳孔，用心听圣神的声，搁顺服伊的引带。咱来祈祷。圣神啊，愿意开启我的心来注神听，愿迄我伫门边听候浪子回头的父亲声声听的呼唤，一遍搁一遍反复，朴实沉重地重击我，通互我听见救恩的声，靠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